一個 BB 出世2-3個月，其實已經識得分邊個人係靚啲㗎啦。1987年就有一個著名嘅實驗，發現初生嬰兒會用更長嘅時間凝視一張漂亮嘅面孔。而非常出名嘅愛情心理學家 Elaine Wurster 亦都做過一個經典嘅實驗，安排咗一場 blind date 嘅舞會，類似 speed dating 咁，俾啲大學生去識人，而事前話俾佢哋聽係根據你哋嘅性格去做配對，其實就冇嘅，完全 random。咁呢個實驗唯一只有一個 exception， 就係在場每一個組合都必須係男仔高過女仔。咁原本就以為靚仔靚女會有最高嘅配對成功率，但結果顯示唯一能夠預測嗰一對參加者會否再次約會嘅因素，竟然係佢哋嘅外貌吸引力程度是否相似。最後就衍生出 matching hypothesis 配對假說理論，就認為我哋每個人會喺潛意識中進行風險同現實嘅評估，當揾一個對象嘅時候，心中會有一個問題俾自己，就係我配唔配得起呢個人，最後影響我哋以貌取人時候嘅選擇。荷蘭又有個研究講到，男性會更加主動接近同自己吸引程度相近嘅女仔，男人係驚靚女嘅，女性就冇咁受呢一種對稱性吸引嘅影響。咁而家就有生理性喜歡呢個字，而當講到有關樣貌嘅研究，通常有以下3個準則：面部嘅對稱、熟悉感，而好多人追求嘅其實係一種平均臉。同時一個人嘅外貌特徵都係反映緊俾你聽對方某一啲嘅性格。而女仔睇男仔嘅準確率可以去到7至8成。唔同嘅研究都有一個共識嘅，人去選擇一個長期嘅伴侶，個樣睇落去善良都係最重要嘅考慮。外表係令我哋去判斷對方內在特質最快捷嘅方法，以貌取人屬於一種啟發式嘅判斷。所以你話第一印象幾咁緊要呢？